总统赖清德突破中国的封锁，成功到苏瓦蒂尼展开国事访问，嘛甲因的国王见面会谈，双方嘛有签订合作协定，希望会当来加强合作。中国知影这项代志了后，是去甲中卡转地。陆委会表示，咱国的总统要去任何所在，本来就拢无需要中国的同意。 伫总统赖清德甲斯瓦蒂尼国王面前，响起咱国国歌旋律。赖总统这日突破中国封锁，去斯瓦蒂尼展开国事访问，当面向苏王传达善意祝福。佮强调，虽然行程捌渐远，也毋过无影响台湾走向世界的决心。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国家，是世界的台湾。2300万的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，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。 也不应该阻挡台湾为世界做出贡献。台湾会持续强化实力，稳健地走向国际。The Kingdom of Eswatini stands ready and in support of all the achievements which Taiwan would like to achieve, which include that Taiwan's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. 赖总统也邀请苏王搁一摆访问台湾，两人搁较共同见证台苏签署关务合作协定，毋望两国继续深化双边关系。也毋过赖总统成功去斯瓦蒂尼，搁互中国气噗噗，搁一摆表示坚持一中原则，对此陆委会严正回应。咱国总统要去任何所在，无需要中国同意。事前也做了相当的规划，那国人都给予祝福。我希望这次能够成为一个我们走向国际空间的一个典范。 但是未来，当然我们希望能够经由更多的努力，让总统以及国家重要的各级干部都能够很正正当当的，而且勇勇敢敢的走向全世界去。虽然总统府无说明出访路线，也毋过提供的相片中有翕到两位，毋是咱国籍机长身影，所以行程会议，赖总统这摆是坐苏国特赛，副总理查杜里的访台专机，彻日透早为桃园机场直飞苏国，也互外界关注赖总统的安全回程。副方表示，相关行程细节会伫访问结束了后，适时对外说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